我们聚会即将开始，然后我们现在的奉献是放在第2根柱子的后面，然后大家可以以奉献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在这个5个半月以后，我们又恢复了华语的礼拜。我们又再一次来聚集来敬拜主。那我想大家还是会有感觉哈，就是实体的敬拜的聚会，还是比网络的敬拜要强很多。那因为当我们在神的殿里面，用全人的全心全意来敬拜，来寻求，那感受是跟网络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早日排除拦阻哦，早一点回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那在敬拜之前，我们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以祷告来到神面前，为今天的聚会，也为自己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大而可畏，却满有慈爱的天父啊！我们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来寻求你。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你。圣灵啊，欢迎你来，求你透过诗歌对我们说话，在聚会每一个环节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以你为乐。谢谢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与我同在，让我们一同颂赞。宣告神的同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所倚靠的。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挡风遮雨，为我击败仇敌。神的双手托住我，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照亮生命，为我预备道路。神的双手托住我，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
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照亮生命，为我预备道路。神的双手托住我，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全然的来爱你，主我要全然的来爱你，主我要全然的来爱你，主我要全然的来爱你。主我要全然的来爱你，你将恩典给我。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的箭，主因你与我同在。哈利路亚！神的话说，在诗篇91篇，
他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全然专心的来爱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这属神的儿女呼求你就垂听应允，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主啊，虽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但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祷告，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一切死因幽谷的咒诅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变成祝福。主啊，我们相信你乐意用大能的手扶持我们，托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继续用感谢的心一起来唱。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称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称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绝你对我们的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义人，是新的创造。谢谢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就要来颂赞你。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再次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的灵，来领受你的道。谢谢主，再次恩膏蔡长老，带领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向你献上全然的感谢，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领受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话语，记载在罗马书的第8章35到36节。我来念，大家来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接下来邀请到蔡长老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与主同行，再远都要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第一次的华语礼拜，最近这段时间，当然我心中有没有忐忑？有啊，当然心中会忐忑。我忐忑的原因是说，我们有没有重拾对主的爱跟他的热情？这个题目大家熟吧？昨天刚用过嘛。与主同行，再远都要爱。我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因为我一直在回想说，当20年前我还不到50岁的年轻人啊，像他们说50岁超过才算是那个5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那时候第一次叫我去盐水教会，去盐水教会是独当一面去那边牧会，没有牧师。我跟神讲说，我可以吗？我得到的答案是，你不去怎么知道你可不可以？然后我第一次不知道走高速公路比较快，我跟我太太2个人走省道，1个半小时才开到盐水教会。第2个礼拜，我妈妈说要跟我一起去，我妈妈就这样，我们一起开车开1个半小时。之后，人家盐水的人跟我们讲说，错定了啊，开高速公路，开高速公路大概40-50分钟，如果不塞车，我说可是我们怕那个到那个仁爱交流道会塞车。他说那么早应该不会的。所以我们再来，我们就开始开高速公路，真的是不太会塞车，大概50分钟可以到。我在开车，我载一个中风的妈妈。今天我看到有人从淡水来，照一个，他没有中风哈，他是以后我们的传道人，他是身体健康的，但是他也是躺在摇椅里面。昨天有去见习婚礼，
我看他应该心里有感受了，他一定会比他爸爸更早结婚。但我觉得再远，你要与主同行；再远，你都要爱，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就是爱。这20年来，我一直觉得说，上帝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的奇迹，也给我很大的恩典。上个礼拜，突然有一些比部长级更高的人来我们那边聊天，他们每个人都很羡慕我酒量非常好，从来没有看过我醉过。大家都你酒量非常好，你从来没有醉过，因为每次我婚姻致辞完之后，都会来，大家干杯，干杯，干杯。然后我还有续摊，所以我要去赶下一摊，我的下一摊就是我的家。然后干杯，所以大家的印象都是哇，酒杯来，大家干杯，干杯，干杯。其实我从来没有喝过一点酒，我也不能喝酒，我连喝那个所谓的姜母啊、姜母鸭哈，我整个脸都会全部红的像不像话。可是外面说我吃喝嫖赌、交际应酬、交友广阔，我从来不去做答辩，这是人的控诉。我们会不会接到控诉呢？会，魔鬼也控诉着我们。这个姐姐，大家一起来。谁能使我们与神爱隔绝？这边没有哈，来，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刚才我们唱歌已经唱过。谁能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会遭遇到人的控诉，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没有一个完人。我们刚才为什么会邀请这些服侍的人在神面前先安静你们的心？今天不是说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能力，而是神要不要使用你。最近这段时间，尤其 COVID-19， 我们经常在直播，让我最感动的是上次的背京剧的那个活动。我发现我们的青年非常的有才能，非常的有恩赐，可是他们可能自己怕说自己可能不够强。上帝不要用强人，为什么？刚强的给他变软弱啊，软弱的变刚强。但是耶稣也要征战的时候，他会不会怕？会啊！12个支派里面，大家10个人不同意他，只有2个人同意他，那个人是迦勒啊。他在征战的时候，摩西说：“你不要怕，只要刚强壮胆，无论你哪里去。”为什么？主耶稣必与你同在啊！所以昨天我听到人家说不要清晨要把他赶走啊，可是主会与你同在，你放心好了。有主什么都不怕，一定会靠主得胜。这就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我们想大概创造我们所有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大概唯一这样办的一个家族：礼拜2告别式，礼拜6结婚典礼。有冲突吗？没有其实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昨天在讲道的时候，我在勉励的时候一直在看第3个座位。曹振兄、慧茹姐旁边有个空的座位，摆着一盆花，那是阿嬷的座位。代代相传的爱，谁能使我们与爱的神的爱隔绝呢？家里有一个丧事啊，死掉啊，所以我们不能要冲洗，我们不能办喜事，要100日内之内很简单的办个喜事来冲洗。对神来讲，他是高兴的。阿嬷先走了，让他可以在天堂用微笑的眼光陪着他的孙女举办一个非常美丽温馨的婚礼。我们昨天去了圣歌队，让我也吓一跳我们人很多呢，连他们都讲说：“哎呦，他们唱得好好听。”但是他们大概没有注意看歌词，那叫做一步一步。婚礼是一步一步，侍奉也是一步一步。我们一步一步的侍奉。昨天我们的欧妈，她说她要赶快要先离开，因为亲戚在那边开会啊，她要去看他们在开会。她的心就挂念着亲戚。其实昨天东西很好吃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食不知味。她真的东西很好吃但相对的，她顾念的是她的事工。我觉得在座的我们每一个青年人，你们都有能力。在50年前，我大一的时候，我跟基安长老，我们就开始出去传道。那时候还是毛头小子，那时候20几岁的青年，我们1年设一间教会。那时候只然讲青美股唔惊请，
每个去找人家，就是一直找他来教会，一直找他来教会，有没有效？哎，有效呢，奇怪。我们不知道那些什么传道法啦，人人传道啊，要讲多少的方法，研究多少的学问。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告诉你说，耶稣是这么的好，为什么你不来相信？终于有人还是相信呢。一来就是可以设一间教会。现在我们都讲说，我们好怕，如果我去跟你传道，你会不会拒绝我？那拒绝就拒绝呀。传道被拒绝是正常的。我们看到礼拜二有个告别礼拜。那么礼拜六有个结婚典礼，都很温馨，都是上帝所喜欢的。当绿云节告别过世的时候，门主恩召我们很多的长子会友们到朝圣家乡去，我们在那边跟他分享，我这次是阿嬷选择最好的时机，上帝拣选他走，因为他要将他的爱传承到下一代。昨天他的小姑就跟我讲，抓丢了啊！那天去我们觉得好高兴。本来朝圣兄在想说看怎么办婚礼那个告别式啊，跟婚礼怎么这么接近啊？怎么办？结果他昨天听到你们全部的会友在那边跟他教他以后，他心突然豁然开朗。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原来是上帝这样预备让我的妈妈可以看到我的女儿举办一场的婚礼，这个都是美的。这是我们教会才做得到的，因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爱，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大的作为。你们一讲说，为什么我的异象一直200个人？等一下我会讲一个故事，是那个柬埔寨就是高棉赤棉的那个整个的屠杀那个柬埔寨，他们逃到泰国的难民营。圣经告诉我，你们教会差遣宣道士，可能差遣的是在那种偏僻的国家，柬埔寨那个什么，搞不好是阿富汗，那个烽火连天，搞不好是未得之民，搞不好是那些落难的民众，不知道。但是神也清楚告诉我，当初初代教会怎么来的？先祷告，圣灵充满。附近开始传福音，有3000个人受洗，教会壮大，然后开始差遣保罗、西拉、马可，最后提摩太他们，一步来，而且我们看得出，这个教会里面是有经过装备的。扫罗改成保罗，不是12个使徒，不是去教他怎么是上帝的福音，而是亚拿尼亚。一个平信徒来教保罗圣经的道理，表示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对上帝的呼召非常的清楚，所以变成保罗自己本身圣灵的呼召他可以写出那个12封的书信，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念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信告诉我们什么？你们的信仰是什么？要一代传一代啊！你们要诉说给你的后代听，你要将我的恩典一代一代诉说。恩典不是在于这一代隔绝，我已经做到长老了，我的儿子不要再做长老，做长老好辛苦什么杂事都要找我。那是天堂的冠冕呢，天堂给你们冠冕呢。我记得这个礼拜5开长子会的时候，我就带一个给严长老，我说是不是有些话帮我转达一下？所有的长子会跟小会是上帝透过人集体的意志，只要做的决定，我们全部遵从。我没有第二句话，因为那是上帝的决定。我不能说，哎呀，长子的时候我反对啊，他们就偏偏要这样做。你看，做不起来。上帝用各种试验呢，就像魔鬼在控诉我们。魔鬼经常借着很多的事情在控诉我们，某人呢，神弟弟，我告诉你做的不好，你以为你会弹琴啊？我告诉你啊，你的在社会上也一样，你在你的职位上你会受到很大的攻击耶。在2个礼拜以后，我们会提出一个合适的话题，重新发现的东西。那我们一直在研究说，这个话题会不会变成大家炒作的题材，变成东厂？现在冠人家名词很容易东厂就直接给你灌下去。可是那是真理啊，是真的东西呀。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还在研究。
我们要不要开记者会去把它公告？还在研究。但是我不否认人会控诉我们，用我们最小的缺点在控诉我们。你抵挡得住吗？你当然要抵挡得住啊！保罗先生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大不了？魔鬼，你来控诉我吧！我再多凄惨，再多落魄，只要我跟神的爱隔绝，不要让我跟神的爱隔绝，我就有勇气继续做我的传道。”我拜托各位，尤其你们这一些50、60岁以下的，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我是50岁出来传道嘛，是差不多48、49岁出来传道。你们如果比我年轻的话，麻烦你们就提起那个勇气出去传道。所以叫出去传道，你就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你再去做。我不晓得昨天星期的讨论结果怎么样，但是我只拜托欧曼一件事情。勇敢的去计划，勇敢的去祷告，让神成就，而不是你成就。我再强调一次，是神成就，不是你成就。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不是你要怎么做。我们要相信神，神在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预备。也许神有一天跟你讲：“青年，你这个安利的日子过多了吧？去柬埔寨做短宣。”先请假半年，你去那边做短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将会支持你。你去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知道耶稣的爱。我不知道不是我决定是你要跟神自己祷告，神差遣我，但是前提是你要装备自己呀。你如果没有在教会先装备自己，然后说我有心，我要怎么去做？你没有经过这样的预备，神叫我们什么？安静等候之前做什么？准备预备，所以我觉得 COVID-19 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COVID-19 让我们可以安心准备迎接上帝来。可是我觉得 COVID-19 还有一个副作用。我们上个礼拜去沙鹿教会，沙鹿教会他们的周报其实以前沙鹿教会在130到150个人在做实体礼拜，我们去大概100个吧，差不多100个左右。可是我看他们上个礼拜的那个周报才70个，我就问那个牧师说。他们好像说变成大家做直播习惯了，我当然做直播，感觉上你们一讲嘛，说直播也是做礼拜嘛，什么话都是你们讲的。那现在不做直播了，叫你们来实体礼拜啊？我们看直播也是你讲说在做礼拜，现在不看直播也是你们讲的，你们怎么这样反反复复？我们没有反反复复，因为那是意念情是不一样的。当时初代教会还躲在山洞里面礼拜。所以当时相对很多人现在看直播已经习惯了，甚至我们教会的直播那个 FB 只要不动，有一次我们的直播不动，还有好多人打电话给我，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传电话，今天100年的高会那个 FB 怎么没有播了，动不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回家以后就看你们教会的 FB 那你们怎么这教会这次动不了？我都觉得很好玩。我们应该，你看耶稣12岁，他的爸爸妈妈走了好几天的路，带他到耶路撒冷去接受那些大祭司的考验，结果耶稣还跟他在一问一答。他们惊为说：“你怎么那么了解？”长途跋涉3天到耶路撒冷，可能不止3天的。他们是说3天以后才发现耶稣不见，才回来找，应该是超过3天。那我们呢？你超过半个小时，超过10分钟，超过1个小时，你来到教会，你难道觉得很难吗？我跟我太太在分享，我那时候精力怎么那么充沛？我们到盐水那时候还傻傻的都走，每天这样开车就1个多小时来回，当然就很久，还要去探访会友，所以每一次最后走高速公路下高流道一定要下来休息，为什么？好累啊！但是精力就是很够，每天回来就很高兴，每次回来都一定超过12点。你问我小孩呢？那小孩是上帝自己照顾啊，就是人居的，上帝自己照顾你啊，你不要再依赖你的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把你赶走了。但相对的，我们是一代一代，我们像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留给我们的信仰，我们代代传传，这是一个代代传承的爱呀。我们这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应该是上个礼拜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教会真的有传承的爱。礼拜2的告别礼拜，温馨不舍，但是温馨也高兴，因为阿妈终于可以看到她的孙女结婚了。礼拜6
我们的婚礼是在户外，而且我们婚礼完大概去的人都有这种感受。等我们婚礼完，开始下雨，一片云层过来，开始下雨，大家都躲到里面去。如果他早一点下雨的话，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婚礼该怎么办？要不要撤？没有，婚礼已经结束，退场，雨开始下，本来是毛毛雨，等退场完，哇！哗啦哗啦，全部都下来，我觉得好高兴哎！那种就会让你觉得永生难忘，再远都要爱，一代传一代的信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西坛，柬埔寨被高棉，他们说赤棉赤柬，他们全部抓进去，赤柬非常的残酷。你去柬埔寨会看到那骷髅头一堆的骷髅头的。还有整个满满的屋子的骷髅头，他们杀人是不计其数。西坦他们也是被抓到，也不算集中营了，集中营还是希特勒的，他们最起码盖房子给他们，他们全部都抓到里面去，就不管了，随便一个草屋子就给你们在那里催婚淋雨。然后西坦看到李西坦看到他的父母、他的兄姐、所有的亲人就被他们赤柬人抓走，但在那边把他枪毙。推到坑里面去。所谓的是谁？一个叫埃琳，一个是女卫士在那边看守着。他眼睛一直瞪着他，那时他已经是青年的少女，一直瞪着那个埃琳。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怎么没有阻挡他们？他一直瞪着他，因为其他人他没有看到，他一直瞪着他，说：“我记住你的脸孔，有一天，如果给我逃出去的话，我一定想办法让你难受。”眼睛一直瞪着他，一直瞪着他。那个艾莉转过来看到他脸，他也吓一跳，看到一个人那么愤怒的脸，一直瞪着他，一直瞪着他，也很奇妙。他们那一群人也要被去活埋啊！突然因为在攻击，那个越南军攻击过来，所以他们就逃走了。那些人最后就被抓到那个泰国的难民营。在泰国难民营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生活条件非常的差。一个牧师进去那边传道，一个宣教士去那边传道，然后就看到西坦，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吗？”我怎么会可能信耶稣？我信耶稣就不能报仇我不能信耶稣然后一次两次听他讲道，又有一天，那个牧师呼召他走到前面去，我愿意接受耶稣。牧师，我随着你去传道好吗？我说我就是希望找一个女的传道人，你就随我走。3年以后，他就成为难民营的牧师。他在那边讲道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在讲道，眼睛一看下去，吓一跳，艾琳就在那边。艾琳也看到他了，还没讲到之前，两个人在那边对视。他嘴唇一直发抖，他的心一直在发抖。上帝呀！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他，我恨不得就把他打死，我恨不得杀死他。上帝，我该怎么办呢？一直看着他，最后圣灵感动他，他走到艾琳的前面。我还没讲到之前，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就是我所爱的人。抱着他，艾琳痛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就抱着他。那一天的讲道，好多人感动。没有人知道艾琳的故事，但是他是抱着他，他跟他讲，什么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仇恨吗？是杀父之仇吗？是那种极大的凶残吗？极大的迫害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多美的一件事情！甘乃迪这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吧？听得也很熟吧？不要问你能够为这个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只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与主同行，再远都要爱。我们为神来做事情。尤其我们年轻人，我们趁我们有力气的时候，不要怕，勇敢站出来，找你的亲戚朋友来，告诉他们耶稣是爱。蔡长，你这么有把握？怀疑礼拜可以80个人，归礼拜可以120个人。我绝对有把握，因为那是神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我们教会不可能派宣教士，我告诉各位，肯定可以。不要没有信心，
但是成就在神，不是在你。我要去做宣教士，你准备好了吗？神答应了吗？安静下来的心绝对可以，我的意向绝对可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派宣教士出去，可能到偏僻的地区，可能到未得之民，可能到我们哪一个地方，神一定会做，但是看神的动工。第二，我们要靠主得胜。经上说的是什么？我像那个被宰的羔羊啊！我们经常在受阻，我们经常在受骂，我们经常在受逼迫，但是一句话，来，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上帝，你有没有听我讲话？上帝，我的愿望就怎么样，我的愿望就怎么样。上帝就微笑看着你，我会达成你的愿望，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但是得胜有余耶，而不是我照你的意思，是你要照我的意思耶。我们在强调哦，是我们照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上帝照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是卑微的人，上帝才是我们的主宰。所以昨天我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强调说，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重要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重要的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重要的是神与你们同在。虽然对方是那个不是我们那个信基督教，但是相对的，事后也有人跟我们讲说，哎，你今天讲的那个都刺痛到我们的心，我都不好意思讲说，那都是我们用经节讲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经节。那时候有一对老情侣在那边送那个朗读那些经节的时候，我们让这些话深入他们的心，那是种子播到他们的心疫情的影响，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大家戴个口罩，还好现在解封了刚才我就跟他们两个说，戴歌的人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等再做礼拜你们再把口罩戴上去，因为声音比较清楚。我们口罩你会发觉到人与人之间就有隔阂后面那一天你就不能去探访亲友连餐厅吃饭都不行了。餐厅吃饭本来是很高兴的事情，生日嘛，总是到餐厅大家吃个饭，还要隔板，隔起来以后，这感觉上就是怪怪。所以我们宿舍隔壁有个孙东宝，一个礼拜关门2天到3天，每次过去就以前是还要排队，现在是小猫2、3只。总是感觉上没有味道，慢慢现在已经解封了，但是我们的心什么？心寒掉。天气，听说明天寒流会来，到礼拜3会下降10几度。今年我们会越来越冷，11月的嘛，可是我们心什么？越来越寒呢。我们因为直播，加上我们就是很习惯的，反正我们看直播，而且直播有一个好处，浏览各教会的讲道，还有互相写评语某个教会的讲道讲得很好，可以比赛讲道讲得很好吗？所以说没有你去比赛说神有没有感动我呢？是神的感动重要，还是你在比较个人的口才比较好重要呢？阿波罗的口才就比保罗好啊。但是保罗他讲的是神的道，阿波罗讲的是半套的信仰。相对的，你的心呢？人间的爱是透过慢慢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有小组。我们先热络起来，之后我们的小组慢慢会有主题。现在我们是先联谊，慢慢我们会设定主题。严长老就说：“我们长执会有一个决定，以后我们会用讲道的内容，之后会给大家一些讨论的题目。”不见得要讨论这些题目，但是最起码大家有一个聚焦在一起讨论。那慢慢的，我们要更重要的是，神的爱是直接住在我们这里。只有神的爱在我们心理上，就没有所谓隔绝不隔绝的问题。这是一个故事。举重怎么来的呢？也在希腊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希罗，他本身小牛的时候，他每天就要举着小牛起来。小牛当然举小牛没有问题嘛，每天就这样举，每天都举。他说这样练身体，每天举小牛，每天举小牛，每天举小牛，一直举到，他有一天人家告诉他说，那个牛已经很大了，你怎么举得起来？他说，对所以他们就穿了一个叫做举重比赛，
慢慢举重，看大家能不能举重。很多人啊，比他身体更魁伟，可是举不起来，因为他每天举已经有一个一定的姿势，那每天慢慢举。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仰也一样，我们信仰要从那个最幼稚的信仰，慢慢把自己训练到能够举很大的信仰。你不要害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神会赐给你能力，举起来，动起来，神一定会给你这个能力。有一天你就举大牛，你可以服侍很多。有一天可能我们教会就宣卖你出去，你在那边可以做很好的事工，然后回报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哎呦，我又领了多少人受洗，多美好的信息呀！你们要不要开始举小牛？还是说一下子我要举大牛？你举不起来哦，搞不好会闪到腰哦。你要从小牛开始举到有一天，你觉得神跟我在一起了，我就可以这样做。所以与子同行，再远都要爱。我们刚才的歌词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事情，一起来。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不叫蔡崇义里面的啊，不叫那个严志宏长老的，不叫那个姚崇雄长老的，不是李坚长老，不是欧妈的，是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爱，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些爱里面的种类我们分成很多，可是现在我们不必看这些。反正任何的种类，任何的魔鬼对我们的控诉，借着人对我们受的控诉，这些都不能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有一个绅士，这个在网络大家都看到一个什么叫感动的故事嘛，我只是再重复一次而已。这个是看到一个小女孩，她母亲节到了，她要去花店订一束花，叫花店的人送给她的妈妈，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旁边哭，她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哭？”她说：“母亲节到，我想送我妈妈一朵玫瑰花。”那个绅士说：“一朵玫瑰有什么大不了？来，你跟我进来。”除了订一束花，说：“你记得帮我妈妈，我写个祝词。母亲节到了，你就送给我妈妈，说祝她生日，母亲节快乐。来，你挑选一朵，哇，挑一朵好美丽的玫瑰花，又把它绑得好漂亮啊！这朵花送给你妈妈。你住哪里？我顺便车子，我顺便载你去。”小女孩说：“好远呢。”说：“没关系，我载你去。”他就上他的车，他就跟他指，从这里走，从这里走，怎么越开越远？突然发现到一片的墓地。你妈妈，我妈妈已经过世了几个月了。她是第一次死亡之后的母亲节，我没有钱，可是我很想送一朵玫瑰花给我妈妈。所以他就拿着那朵玫瑰花，就在妈妈的墓前说：“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那么绅士一看，送完之后赶快载，开得很快到花店，不要送，我自己送给我妈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把花送给耶稣基督？你要不要把花自己送给上帝？而是说，没关系，我看直播，他自然就在礼拜。我们要直接把花送给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什么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们让我恢复华语的礼拜。我们感谢你们，让我们在跟神的爱之中，虽然有这么多的控诉，这么多的诽谤，虽然有这么多的阻碍，任何的隔绝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因为你就是爱。我们只要跟主同行，再远再困难，在任何的阻碍，我们都有主你的爱在我们中间。你的爱，因为主耶稣你宝血洗清我们所有的罪，这种爱是无法让所有的世间这些邪灵、这些邪恶、这些不好的东西隔绝我们。我们为了你，我们征战，向着标杆直跑。有一天，在你的天上，我们得到你的赏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诗。神伟大的爱，
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真诚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这一辈子的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困惑，我们觉得受患难，但是记住，赢家就是上帝，赢家就是主耶稣。不管任何的控诉，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不论任何的困难，高处的、低处的、迫害的，都不能跟神的爱隔绝。你在一起来，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勇敢宣告，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一起来，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请坐，谢谢。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家请坐。接下来报告，那就是报告之前，我们要先来背诵那个四福音书的华语的，那是我们一同来念2次，大声的念。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再一次，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的4章3到，好，然后我们就是下周是那个联合礼拜，然后提醒大家一下是10点开始，对。然后周报内容的部分就是特别注意到，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下周11月14号是要举行圣礼典，然后要开临时和会，然后就是像刚刚说的，礼拜会在10点开始，所以请大家要预备心。好，然后公祷的时间，我们一同起立，来为着周报内的事项，为着疫情，然后也为着我们能够回到教会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的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恢复礼拜。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敬拜当中。主，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也是怜悯的神。主，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将我们所求所想都摆在你面前。主，如果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就照着你的意思行，我们就照着你所给我们的时间来行你的旨意。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祷告献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唱颂咏的诗歌新生诗392首。唱完，请蔡长老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赞灵都当颂言，天上万事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啊，求你的爱让永远存在我们的心里，让什么事情也不能让我们与您的爱隔绝。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永远不改变的爱，圣灵的充满辅导帮助带领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请坐，然后默祷，我们可以闭会。
周遭的人来行平安礼。